所以就变成欢乐饮酒嘛，就不知道为了欢乐老人，而因为会唱的都是老人家，年轻人很少会唱，所以这样的歌其实以前部落的老人家唱歌，年轻人都不会。然后也不知道，可能是亚特兰大奥运主题曲红起来之后，全部的聚会歌就变成奥运的主题曲，就好像他老人家都要争先恐后的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很红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是有认真去写啊，就是那时候就我的态度，我觉得我应该反省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老人家写，老人家碰到年轻人来写，他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对他们来讲，以前这种歌本来就口传的，在生活中自然而然传下去的。可是我硬生生要用学者的那种方式，阿公刚刚怎么唱的？然后老师阿公就唱一遍，然后我就写的。然后我记得我写不清楚，在请阿公在唱第二遍的时候，跟第一遍不一样。然后再唱第三遍又不一样了。阿公到底哪一个准啊？可是我也说不上来，因为阿公他也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应该说解释这些事情，因为是看心情而唱的，就像 R&B 一样，呜呜耶没有意思，可是每个人的呜跟耶都不一样。第一个阿公唱的跟第二个阿公唱的、第三个阿公唱的都不一样，然后阿公还要抢，我唱的比较对啦，到底哪一个对？所以其实我后来讲到最后，真的是看个人的心情去阐释那样的事情。可是那个东西是，我觉得是要靠很多时间去累积的。阿公他们以前没有听过流行乐，他们甚至乐器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怎么没有乐器的，没有吉他这件事情都没有经历过，他们直接就是清唱吟唱，像这样子。嘿呀嗨哟啊嗨呀，嘿呀嗨呀。哎呀哦哎呀那呀哦安哦哎呀好哦哎呀嘿嘿呀哦哎呀哦哎呀那呀哦安哦哎呀好哦哎呀。谢谢。我唱的都是这样哦，然后有时候心情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为了就是为了帮助跟我一起搭配的朋友跟我合在一起，所以我还是调整了一点点啊，类似啊。但要不然口传的族群的音乐，真的是一首歌有很多种样子，要看心情，而且要看人的。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去听原住民的歌的时候，你不要见怪不怪哦。其实真的，他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每个人唱的心情不一样，就会不一样了。好，你不要去纠正他。阿公你这样唱跟那个阿公不一样，不一样，本来就不一样啊，本来人就不一样嘛，对。好，今天也做另外一种结合的方式，我们用 DJ 就是来唱，搭配我刚刚唱的那首歌。DJ 可能大家比较懂，就是比较流行气味的东西，可是他放的是比较让嘻哈的节奏。DJ 嘻哈跟原住民很冲突，对不对？我们试试看好不好？然后就把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好，你们要假装你们是嘻哈好不好？好，即便我唱传统歌，你们有好不好？不要把我等下在台上我很尴尬。好，我试试看，从这首歌开始，《欢乐19歌》的DJ 版本。好，来我介绍我的 DJ Happy。有没有？他平常都在很暗的地方工作，DJ 从来没有在这么亮的地方表演过。有声音吗？很小声哎，有吗？好。嘿呀哈。哎呀，好哦，哎呀。
们尖叫声好不好？嘿嘿呀，呼啊哎呀吼啊咿呀那咿呀哦啊哦啊咿呀啊哦啊呀。 介绍一下我的 DJ Hobby。好听吗？好听。你们好冷静哦，害我觉得很害羞啊，可不可以灯再暗一点，更像夜店一下？然后，音量可以再大一点吗？我们练 DJ 的我们都是耳聋的，我们不习惯那么安静呢，好像 unplug 哦，民谣吗？然后今天也不是只有我来哦，然后带了一个我们部落的弟弟，他就是跟我一起去法国海选出来的，我们欢迎苏敏。跑去哪里了？我优秀的弟弟，他很会唱传统歌，不是拿那个啦，拿雨伞，不要乱拿东西好不好？有吗？好，然后我们唱一首歌，好吧？其实我第一张专辑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但是很少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嘎巴年轻人》，好吗？有吗？有没有 ？DJ 有放这首吗？好，有音量吗？我是外面会不会吵到别人？大家以为我们里面开夜店呢？那就 turbo 一点，大声一点。听过嘎巴吗？可能你刚刚很少看到我表演这首歌吧？可以了，开始。哇，嘎巴会坏掉了。灯光可不可以暗一点？有那个手机的就这样子了。哇，有，再暗一点。哇，就是这样嘛，哇塞，好像比较像夜店，有没有？好，准备。
ila asha Wapana amitiki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irikun akaba ila asha Wapana alparuma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ilakera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itiku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irikun akaba ila asha Akaba ila asal Selaku kirim akaba ila asal Akan mengemataya akaba ila asal Malapapa mataya akaba ila asal Ukabano atu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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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开始，哦呀哦呀哦哎呦啊，哦哎呀嘿呀嘿呀，哦哇哇嘿呀，哦哎呀哦呀哦啊哦哎呀，哦咦哦咦哦哎呦啊，哦哎呀哦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哇。 Wapana arumario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adero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itigi akaba ila asha Wapana amiribun akaba ila asha Awukabano atu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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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oh yeah, oh ay oh ay hey hey wow hey oh ay oh yeah wow ay oh yeah oh ay oh ay oh ay oh yeah oh ay oh yeah oh ay oh yeah wow ay谢谢。好了，可以开歌了。哇！哎，你们怎么行的？我刚刚还以为，哎，你们还在啊？好听吗？好听。好玩吗？哎，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可以，我们放在夜店里面放放看，有没有帮我变一个原住民的电音 party， 叫原电。哇，原电是什么啊？然后印度电叫印电呐，啊，原住民电叫原电还是民电？原住电，住电的。好，可以接受吧？还可以吧？会不会觉得原住民好不单纯哦？那我们只是单纯的享受快乐而已。好，然后很开心今天跟很多同学分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获，有一些想法有吗？还是没有？你们只是沉浸在那个娱乐效果里面，不要这样好吗？我觉得尽量把原住民的东西，我觉得我能跟朋友分享的，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跟很多人分享。然后
第2张专辑很快就在今年的6月30号，我的子女的生日，然后我发我的第2张母语专辑，然后演唱会7月5号、6号、7号，所以很好记号，7月5号、6号、7号，7月我要去，然后我要5、6、7我要去，自己讲梗。希望你们可以来听我的发片演唱会，然后我也呈现不一样的表演，除了传统的民谣的，还有刚刚看到的电音的，然后我会带很多部落的弟弟妹妹来跟我一起表演，然后我们继续加油。今天有带一点小礼物了，第2专辑的海报，就刚刚那个很帅的有没有？我妈妈做项链的那个，有要吗？啊，然后那么多的，我们要带很多呢，印很贵耶。那不然最后一首歌好不好？然后如果你们还有可以的话，帮我去网络上帮我多加油，或者是帮我转贴这样。转贴应该不用钱吧？对，请给原住民青年一次机会，麻烦大家了。好。最后一首歌叫在我的第1张专辑里面，用母语用阿美族语讲“嘎萨瑟的努伊达”，我们的约定。也献给今天来听我分享的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带来这首歌《我们的约定》。我们要带笛子。日子在改变，罗马改地来呀，我萨努利亚，每次人都不要记得。你刚刚我是你，就打败你个准啊，你输你他妈，马卡了等啊不给输。阿卡的瓦人不要打扫舍得的啊，输啊努力呀，那我们不敌很艺术。打了很多打，那赛一比莫干啊，我阿努力呀。我是在不记得，啊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拿海报的来好了吧？对，要拿海报的自己来这边拿好不好？阿卡的哈人不要搞上色的那个啥，苏瓦杜米亚，那我能不敌人艺术，到了恩卡卡那塞，一路干了不阿鲁米亚，马老子在都不给打，啊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耶呀，咿耶呀，啊咿呀，哦咿呀。
买票啦，都已经免费到这种地步了。好啦，下次见到你们，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去网络上，我们有粉丝页吧？有，对，我是都兰村，目前为止都兰村而已啊，都兰村目前为止粉丝页最多人的一个。但也只有都兰村啊。我离开都兰村，我东河乡就有对手了，有范逸臣。如果是台东县的话，有张惠妹。所以如果要打破这两个人，靠你们了，好不好？好。然后其他的是我们的活动，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快闪以外。如果我会把这些消息都放在我的粉丝页上面，你们可以去看。然后如果因为今天来不及让你们问问题，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啊，或者你们想要回馈的，也可以都在我的粉丝页上面留言。因为我的部落的弟弟妹妹他们都会看，他们每次在网咖偷玩电动玩具的时候，我都会进去网咖里面，然后全部的电脑荧幕全部变成我的粉丝页。但是如果你们在上面有些留言啊，其实相对的他们都会观察，就是对我来讲，他们都会在里面看到一些外面的人怎么去看待原住民的，那相对的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我觉得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状态，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才一直持续这样的粉丝页开放给很多对原住民文化、对原住民音乐有兴趣的朋友们，留在上面有些留言。好，那。今天分享就分享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应该很快再见面啦。等我一下，我专辑还没用完，等我忍耐，好不好？好，然后，这是刚刚的，有帅哦，对，可能跟照片有差。好，那谢谢各位同学，谢谢你们，谢谢。